歡迎嚟到獨聽新聞，以下內容來自11月6日，岸 CC 東網。藝人阿 sa 自從同富三代石恒聰分手之後，感情狀態一直備受關注。之前有指佢同石恒聰翻撻，就連好姊妹容祖兒喺活動上都大爆啊！但係事後阿 sa 就緊張否認，仲話祖兒梗係忙到思覺失調啦，竟然知道一啲佢本人都唔知道嘅嘢。而阿 sa 昨日喺活動上又忽然罕有晒愛，坦言已經有意中人。至於幾時會正式公布，佢就話揾日先再講啦。今個月22號就踏入43歲嘅阿 sa 真命天子終於曝光啦。原來真命天子係佢同關智斌 Kenny 嘅健身教練，比佢年輕10歲嘅 Elvis。二人除咗之前俾人影到一齊去紅館睇林家謙演唱會之外，之前 Elvis 亦都不時喺社交網鋪出同阿 sa 嘅合照。阿 sa 亦都經常孖住男朋友做 gym。Elvis 中意運動，打網球、游水都好掂，而阿 sa 早前亦都跟住佢一齊去打網球。據知二人已經發展穩定，阿 sa 亦都向身邊好朋友認定佢嘅男友身份。另外，之前阿 sa 透露今年屋企多咗2個新成員，分別係芝麻妹妹同埋貓咪阿 Boo 妹妹。而 Elvis 亦都喺社交網限時動態公開抱住阿 Boo 嘅合照，並且寫住 I got a cat, her name is Boo， 實行齊齊養貓調情。記者聯絡到阿 sa 同埋 Kenny， 但係2個人都話唔回應。